因为美国大起大股早盘嘛，搁再起悬，上悬有起到20689点，收盘是20653点，有起130点。分析师表示，即马5月的报税，业者嘛小刷公布财务报告，佮加上台积电嘛讲，除了 AI 以外，其他电子产业复兴的状况会较慢，这股市若要佮继续起是有较困难。美股初六全部收悬，国内台北股市早盘延续气势，以起111点开出了后，指数随大起超过150点，上悬要来到20689点。宽达股全部走悬，台积电开盘起10块，来到796块。传统产业的航运、营建股还有金融股嘛持续走强，不过伫个卖压出现的情形之下，起的幅度有较收缩，略收白盘。指数的部分，因为逼近前波的高点20884所以也引发了一些的卖压今天呢是靠台积电上涨来撑盘，中小型的电子股走势依旧是比较疲弱。分析师表示，5月份是报税大月，个股当密集公布4月份的营收甲第一季的财报，所以个股的走势是真无共款，欠缺主流的带动，指数挖进前一波的观点，要持续起突破的可能性无大。加上台积电进前发说会表示，除了 AI 以外，其他的电子产业复苏的情形其实有较慢，所以今年嘛无排除5轻6绝电子淡季效应会出现。现在新台票换美金早盘嘛对台股压悬，以32.32块开盘，起2.7分开出，然后进一步来到32.315块，升达3.2分。不过亚洲货币走弱。台票嘛落到32.375块，落2.8分，目前伫32.325块迄块内啊。过去亚洲金融危机曾经发生过，从泰铢的崩盘一路影响到整个亚洲市场的一个货币，这绝对会引发整个亚洲市场的经济危机哈，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各国的央行也开始去思考要不要来做干预。对我们人民来讲，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进口的东西变贵。分析师认为讲 ，FED 对降息的情形也无明确，加上中东战争，拢互美金变做一个上好的避险货币。而且这段时间各国的货币拢达差不多1成左右。对进口商来讲，伫成本压悬的情形之下，国内卖继续百面都爱压悬。这时阵进口通货膨胀的问题佫一摆出现，嘛致使各国的中央银行开始爱思考，敢要对货币来去做干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